準備好送飯未啊？準備好。哈哈哈哈哈！你估下我同呢隻六角恐龍有啲乜嘢相似嘅地方？你哋都係粉紅色，定係你哋個頭都一樣咁大啊？係我哋都一樣有超強嘅再生能力。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六角恐龍啦。點解佢哋有驚人嘅再生能力，同埋人類有冇機會擁有相同嘅能力呢？六角恐龍 Axolotls， 佢嘅學名係墨西哥鈍口蠑螈，平均壽命係5至15年，體重介乎55到235 gram， 身體嘅長度最長可以去到30 cm， 屬於肉食性動物，鍾意食各種嘅魚類、甲殼類動物同埋昆蟲。六角恐龍最大嘅特徵就係佢哋有6條腮，平均分佈喺頭部嘅兩側，每邊3條。腮一般為紅色，但係顏色會隨住飲食習慣而改變。另一個特徵就係六角恐龍永遠都笑緊嘅模樣啦，非常之可愛㗎。現今嘅野生六角恐龍主要集中喺墨西哥中部嘅霍奇米爾科湖同埋扎爾高湖。野生嘅六角恐龍嘅顏色係棕灰色嘅，但係有一部分嘅六角恐龍喺自然界發生咗基因突變，令到佢哋患有白化症，缺少棕色色素，所以睇落去會係粉白色嘅。而呢一種誘人嘅顏色，令到佢哋俾人選擇性培育，慢慢就成為我哋而家主流見到嘅顏色啦。大部分嘅六角恐龍一生都會喺水入面度過，所以好多人都誤以為六角恐龍係魚類，但其實佢係兩棲類嚟嘅。唔同嘅係，六角恐龍唔一定好似其他兩棲類動物咁經歷幼年水棲、成年陸棲嘅變態 metamorphosis 嘅過程。相對嚟講，佢哋係擁有幼態延續 neoteny 嘅特性，喺水入面度過佢哋嘅一生。當六角恐龍達到性成熟嘅時候，佢哋唔會好似蝌蚪變成青蛙咁大轉變，而係會變成佢哋幼態嘅放大版，保留完整嘅腮、鰭狀嘅尾巴同埋變大咗嘅頭。科學家認為佢哋之所以有幼態延續嘅特性，係因為佢哋嘅棲息地十分穩定。佢哋喺墨西哥嘅棲息湖，一年四季嘅水溫同水量都冇咩變化，亦冇其他水生掠食者，所以對於六角恐龍嚟講，放棄變態反而更具生存優勢啊！不過科學家都觀察到，如果環境變得乾燥，六角恐龍嘅生長過程就會發生變態，繼而失去水中生活嘅特性，成為喺陸地上生活嘅成體。但係能夠變態嘅六角恐龍淨係佔極少部分嘅。後期嘅研究發現，變態之所以會發生，係因為血液中嘅甲狀腺激素 thyroid hormone 嘅濃度受環境或者基因影響而突然增加。上升嘅甲狀腺激素會影響目標基因嘅開啟或者關閉，引致腮同鰭嘅組織分解，刺激四肢發育。有研究就透過加入甲狀腺激素喺水入面，令到六角恐龍進行人工變態，大概需要43日就會變成一隻陸棲嘅六角恐龍。但係當佢哋變態之後，佢哋嘅壽命就會大幅縮短，平均只有5年。所以我希望六角恐龍可以一直幸福生活，唔需要進行變態，一路維持佢可愛嘅模樣。另外喺1864年，有一位科學家研究六角恐龍變態嘅時候，就意外地發現咗佢哋有驚人嘅再生能力啦。喺1864年，法國動物學家 Auguste Duménil 喺研究六角恐龍嘅時候就感到非常之困惑，因為六角恐龍唔似其他兩棲類動物咁樣會經歷完全嘅變態，成為陸生嘅成體。為咗誘導佢哋進行變態， Auguste 嘗試將佢哋嘅腮切走，但係喺大多數嘅情況下，佢哋嘅腮都會重新生返出嚟。
雖然 Augustus 冇辦法成功誘導六角恐龍進行變態，但係佢係首個發現六角恐龍有驚人再生能力嘅科學家，令到後期嘅研究都陸續發現，無論點樣將六角恐龍嘅四肢截斷或者粉碎佢哋嘅脊骨，甚至破壞佢哋嘅眼睛、肝臟、心臟或者大腦，佢哋都有能力將呢啲器官完美地再生。但係大家千祈唔好喺屋企嘗試呢啲實驗啊！呢啲實驗都係留翻俾有專業訓練嘅研究學者去做啦。不過佢哋再生嘅機制係點樣㗎？咁等我講下六角恐龍嘅四肢再生啦。如果一隻六角恐龍失去咗佢哋嘅手腳，佢係可以喺30至60日內生翻一隻完整嘅肢體出嚟，除咗唔會留低疤痕，仲同原來嘅一模一樣㗎。當六角恐龍嘅小腳趾或者四肢被截斷嘅時候，血管會即刻收縮，以減少失血。之後一層皮膚細胞會迅速覆蓋傷口，稱為傷口表皮層。喺啱啱受傷嘅幾日內，傷口表皮層會轉變成一層關鍵嘅傳訊細胞，叫做頂端上皮蓋 （Apical Epithelial Cap）。與此同時，纖維母細胞 （Fibroblast）會移動到斷肢嘅中央位置，然後開始增生，形成一個叫做牙基 （Blastema） 嘅結構。呢個結構係再生嘅關鍵所在。牙基細胞具有類似幹細胞嘅特質，會作為新肢體嘅前驅細胞，分化成骨骼、肌肉、血管、神經等等。呢啲細胞就會變成全新嘅組織。另外喺2011年，生物學家 Gordon Ekuchi 同埋 Panagiotis Tsonis 進行咗一個為期16年嘅有關六角恐龍眼睛晶狀體嘅再生研究。研究入面，佢哋喺16年內嘅唔同時段，將一隻六角恐龍嘅晶狀體摘除咗18次。最後一次收集組織嘅時候，嗰一隻六角恐龍已經30歲添啦。研究顯示喺18次重複嘅實驗入面，每一次晶狀體嘅再生過程都冇任何明顯嘅延遲，所有再生晶狀體嘅直徑都達到正常大小。18次晶狀體嘅再生過程之中，從來都冇觀察到白內障嘅變化，晶狀體始終維持通透。每一次再生晶狀體嘅結構蛋白、組織結構同埋轉錄因子 mRNA 嘅表現都相同，甚至同從來都冇做過晶狀體再生實驗嘅六角恐龍比較，佢哋嘅晶狀體都非常相似，即係話隨住年齡嘅增長，六角恐龍嘅再生能力都唔會衰退㗎，同埋每次再生嘅晶狀體都係有高度嘅相似性嘅。哇！六角恐龍嘅再生能力真係好犀利啊！隨住我哋對再生嘅機制越嚟越熟悉，究竟人類有冇一日可以獲得再生能力呢？人類淨係得少數嘅器官可以做到有限度嘅再生，例如皮膚、肝臟、消化道。絕大多數重要嘅器官，例如心臟、大腦、四肢等等，都係冇辦法再生嘅。研究發現，雖然人類都係有某一啲六角恐龍嘅再生基因，但係呢啲基因喺人體入面係處於關閉嘅狀態。就好似嚟自美國嘅 Daly George 嘅研究團隊發現一個叫做 Lin20HA 嘅基因。呢一個基因喺未成年動物，包括人類體內係處於激活嘅狀態，但係隨住動物進入成年期，呢一個基因嘅活躍性係會停止。Lin20HA 基因可以令到老鼠嘅指尖同埋耳仔再生，但係一旦老鼠嘅年齡超過5個星期，就算 Lin20HA 基因功能被重新激活，佢哋都唔會再生呢啲組織。而人類暫時對唔同嘅再生基因都未有完全嘅掌握。唔同嘅再生基因之間嘅調控仲需要更進一步嘅研究，但係如果我哋一旦掌握咗再生嘅機制，我哋嘅醫療技術將會發生革命性嘅變化。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介紹咗六角恐龍同埋佢哋驚人嘅再生能力。如果我哋有一日可以將呢種再生能力應用喺雪糕、蛋糕、朱古力度就好啦。其實我帶咗雪糕、蛋糕仲有朱古力嚟啊！好，咁我哋開飯啦！